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谈一下客家典藏如何以这个电子书的形式来加以推广。2010年被称为是电子书元年，经济部预测台湾电子书的产值可以新增300亿元。电子书元年启动，全球的数位阅读风潮，台湾在阅读区产业链上面有雄厚的硬体实力，还有基础，加上电子书内容的产业，还有跟大陆有华文同文同种的市场发展优势，未来数位阅读的软硬体相关的厂商，它的商机是不容小觑。近期，国家图书馆发布年度的阅读趋势报告，台湾2020年纸本书籍的出版总量已经掉到35000本，创下20年的新低。不过，虽然出版业进入寒冬，但是电子书却蓬勃发展，带来了一线生机。尽管电子书占全体书籍的销售比例，目前只有占3.57%，成长却很惊人。在2020年销售近6亿8千万元，比起2019年整整提高了33%。预估到2024年，电子书将从目前占整体台湾消费性的图书销售额15.7%，提高到30%。这是由资诚会计事务所发布的研究报告。这样的一个报告，让我们对电子书未来的发展有了很大的信心。因此，我们希望借由电子书来推广我们客家的数位典藏。这也是我们这门课为什么要采取电子书作为一个媒介平台。市场调查的报告也指出，因为疫情的关系，刺激了远距教学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电子教科书市场的快速增长。这改变了人们阅读的习惯，连同改变了借阅以及购书行为。估计在2026年，电子书全球市场规模可以达到1兆800元，是现在的2.4倍，显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就让多媒体电子书来跟我们的客庄的数位典藏共同的结合。电子书平台的兴起，连同一般民众的阅读习惯也跟着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从过去的纸本阅读，逐渐转变成为数位阅读，有许多的电子书工具、标准还有阅读器也渐渐的成熟。电子书产业可以说是蓄势待发。而电子书并不是一触可及的产业，而是需要有内容的支援才能够壮大，尤其是原创的作品，可以让读者更愿意使用电子书。过去几年，我们执行过很多数位典藏，还有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有非常多的丰富的数位内容。除了在网站上面浏览，如果可以透过电子书的形式加以出版，相信能够教会更多的学子以及民众，同时也能够让电子书产业稳定成长。电子书的兴起，更造就了新一波的数位阅读趋势。随着电子书软硬体制造业的增加和不断的开发，数位阅读的发展也更加的蓬勃。目前，市场上竞相推出各式各样的电子书阅读器，其内容规格都不尽相同。国际标准的格式也正在推动，还有他们所使用的专利，这些呢都可以进一步的探讨。
而我们这门课程所采用的电子书标准是 EPUB 3 的格式。相信采用这样的一个国际标准格式，可以让我们的电子书能够在不同的阅读器上面加以流通，进而产生跨平台的市场效益，让我们的数位典藏内容可以结合电子书以及相关的产业发展。因此，在电子书推广的时候，跟产业合作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典藏机构未来将成果以电子书呈现的时候，也对于相关的格式采用、标准的采用，还有市场的规划，以及合作对象这些参考，都要相当的注意，因为这样才能够使典藏的成果能够以更多元化的方式加以推广以及分享。而我们这门课就是要建立客家的数位典藏云端书柜，在透过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下，不但电子书的发展服务日渐蓬勃发展，而云端更是资讯应用主轴之一。如果我们将数位典藏的内容都建置在云端书柜上面，这样子能够提供读者更容易使用的一种方式。电信业者形容，云端书柜就像是一个虚拟的提款机，将已经购买的电子书存放在远端伺服器，也就是云端，它不受记忆体容量的限制，想看的时候就随时查询翻阅，如同将你家的书柜置于随时随手可悉可读的地方，让我们的阅读更加的重要。尤其是云端书柜提供无上限的存放空间，只要是自己创作或者是曾经购买下载的书籍，都可以重新取回阅读，不用担心电子书塞爆或者是电脑容量不足的情况。电信业者也随时可以提供图书的清单，方便读者查询找寻。透过云端书柜来看书，手机或者是电脑需要在联网的情况之下，把书本下载在手机或者是电脑，或者是特定的阅读器，这样就可以离线的浏览。即使看完删除，资料还是会储存在云端书柜之中。而未来各位同学所设计的电子书，我们也希望能够放在云端书柜，透过通用的浏览器或者是特定的电子书的阅读器，就可以完成阅读。希望阅读的效果比较好，那就可以借助特定的电子书载具，更有利于读者的阅读以及推广。而在书柜中，也可以将读者或者是学生每一本书的注解相加以记录。同学们将每一本电子书的诠释资料记录在上面，可以让学生或者是读者再次的阅读搜寻的时候，可以更有效率。在云端书柜还有一个更好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提供跨书本的查询，也就是同学们提供的诠释资料，让他们可以使用在查询方面，让读者的知识可以相互的传递延伸，而并非只在一本书内做查询。相信云端书柜的应用和电子书的应用，可以将电子书的应用更推广一层，不只让阅读更加有趣，也让知识还有文化的传递可以更加的融会贯通，让知识的境界提升阅听人在智慧上跨进一大步。而我们所做的客家数位典藏云端书柜，就是将我们所整理到或者是采访到的数位典藏内容成果，以电子书的形式加以释出。刚刚有提到，它需要共同的规格标准，这也就是我们采用了电子书规格 EPUB 3的原因。而对于数位典藏整体的架构、典藏的内容，还有平台，我们通常会做一个整体性的规划，希望能够
建制以及维护，并且将客家文化的数位典藏内容加以推广。在我们所建制的入口平台当中，可以汇集这些数位典藏的内容，让这些内容或者是让我们制作的电子书可以支援客家教育等相关的课程，提供他们影音记录资料，将这些资料数位化并且上网，提供检索，还有摘要跟说明，并且可以依照课程的名称类别、授课的老师来加以分类使用。在线上使用上面，可以检索、查询，用线上观看的方式，或者是聆听相关的录音，而这些影音的记录资料是透过我们来进行收集。这些数位典藏的单位或者是个人，他们完成了客家文化的影像记录资料，借由这样的方式来公开的释出，作为数位公共资产内容的部分，经由建档的程序纳入影音资料库的典藏内容，可以让公众得以接近使用。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以及经营这些客家文化数位典藏的网络社群，提供给社区大学、部落大学还有老师们进行知识的交换平台，借由公共推广以及社群的经营，提供未来数位典藏计划在技术、内容以及界面上的建议，充分的体验以及重视使用者的想法，就让我们共同来建制客家文化的数位典藏电子书以及云端书柜。